啊，咁咧今日就同大家講解下我哋玩拳，即係西洋拳啦。我玩慣西洋拳同泰拳嘅嗰種嗰種拳出拳嗰種力喺邊度嚟咧？咁因為基本上我哋打拳咧，如果你仲係淨係你個拳頭嘅力、死力、手力咧，係一種死力嚟嘅。我哋要借膊力、腰力同埋個下盤力，因為咧如果你個下盤唔穩咧，基本上你個拳出拳係冇力嘅，所以咧力從地起係有理由嘅。我哋一定要個穩。如果呢個上盤個人咧，基本上係好大隻都好，但係下盤唔穩咧，基本上個拳出拳個力度重極有限。如果人哋識借嗰個身力咧，係成身去嘅力，轉埋個身去，借埋嗰度力，借埋個身力，你條腰咧，基本上就好似個軸心咁樣，係啊。咁啊，講開拳啊，梗係要講翻兩下。即係其實如果講開咧，我就係玩開西洋拳同泰拳嘅。咁啊，其實西洋拳同泰拳個裝都係咁擺嘅啦，即係只不過手前啲同後啲。咁其實咧分別，只不過係大家都係保護呢個位。其實玩拳嘅人都知道㗎啦。我哋最主要擺手個位都係要保護呢個位嘅啫，因為呢幾大隻都好，呢位一拳就 lock 嘅不論你威太神都好，啱啱先啊？唔係你大隻捱到嘅，即係呢啲係好科學嘅。所以咧，我哋打拳有個磅數計，就係我哋個磅數基本上即係我都有一場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我好中意落場打玩嘅。咁呢幾年我都有喺香港玩過啲館內賽咁24年上一年又打咗一場嘅。或者我擺24年嗰場片俾大家睇一睇，咁大家參考下。我哋個拳重唔重咧？基本上你睇個人個下盤穩唔穩，你就知道㗎啦。如果個人上身係好大隻，但佢個下盤唔穩嘅咧，基本上你唔使理佢拳力。係我話嘅。係啊，所以如果你個下盤唔穩咧，如果我哋個下盤唔穩咧，基本上係發唔到力嘅。係啊，力從地起就係咁解啦。係，同埋基本上我係要借條腰咯。打拳最緊要識用嗰個膊同腰嗰度力，因為如果你淨係用拳嗰下力咧係死力嚟嘅。打出去係要借埋個身力，最緊要識轉條腰，識轉條成個身去，即係俾大家一個參考去練習下。大約係咁樣。2024龍爭虎鬥大決賽。等等，各位觀眾而家係慢動作示範有心等後未教翻個快鏡，準備交翻個快鏡先。仲係慢動作，未教快鏡，1、2、3，教翻個快鏡先。非常之好厲害手工。好馬有火。等等，叉！打到
燈。哦。哇哇，係。哦。係，行開啲，唔係放鬆啲，阻住鏡頭。係，哇，個人有哦，單臂同啊，旋風腿啊，哦，旋風腿，哦。哦，師傅人加油啊！哎呀，加油，師傅人，提高啲手，護住個頭啊，師傅人，哎呀，單臂同落啊，哎呀，中脆啊，哎呀，哎呀，哎呀，喂，搶風好勁啊，震到我而家手機都震埋。風啊，唔係風啊，哇，係，再嚟個，哇，係，呢隻老虎仔有啲火㗎啦，哦，有姿勢啊，慢動作嚟個，哦，哇，企都企唔穩啊呢嘢，哇，爭啲攞佢命，跟住 KO 嘅爭啲，企都企唔穩啊，哦，勁啊，哇，係，哦，係，呢隻手腳好重啊。爭啲兩隻 KO 啊！喂，好睇，哦，第一回合完咗。